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2月2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站发生攻击案，警方调查发现嫌犯已经计划真久，不过无其他共犯，动机也在查。今仔日透早5点外，玉山已经落雪，后礼拜有东北季风的到位，上寒可能敢若剩14度。哥伦比亚的武装组织攻击警察局，阁有军营，造成3个警察，阁有7个军人死亡。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昨暗一个27岁的查甫人张文，伊伫咧台北车头甲捷运中山站牵烟雾弹，阁举刀甲人攻击，一路阁换装换5解，后来是跳楼死亡。警方调查发现讲，其实伊为今年中就开始伫咧计划，伊犯案的工具嘛是家己做的，或者是网络买。目前是无查出其他的共犯，不过伊的犯案动机嘛也阁咧调查。北在烟雾弹中山台人案件震惊社会，不过其实下晡3点外，张文已经为中山区开始放火，一直到公园路租屋处，一直到北车这一段期间，变装了3次。在北车攻击以后，往诚品南西店走的时候，又变装了2次，总共变装5次。警方指出，放火甲北车甲中山的犯案，张文变装5摆，5点钟下嫌犯盗去嫌犯的洋回故乡。张文17位高峰路细厝所在转到中山区旅馆住3天，拢是行路甲骑机车，无甲任何人接触。为扣害平板紧急分段发现，张文会年中就开始计划犯案。这个嫌犯是一个计划型的一个犯案，计划型的犯案。我们从他的存取的权限跟编辑的记录，都确认是同一个人。目前没有发现有共犯，没有笔记本，也没有知识片里去搜索他的住家，他住家也没有知识片里，目前也没有他表达任何语言的行为、思想的行为，所以初步我们查证他的动机，我们现在初步查证是属于个人随机的袭击的杀人案件。法市警指出，犯案用的物件张文威胁皮皮甲家己做的无共犯，是个人随机的攻击杀人事件。这个代志也造成4人死亡，真侪人受伤。警方甲派警的巡逻，增加防护盾牌，早起由民众到北捷M8地下1楼通道献花悼念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为止，这场暴力攻击的事件是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罗总统今仔日除了去病院关心，阁指示检警就爱调查彻底。政府嘛伫咧公共场所加强部署警力来保护民众。总统赖清德挂喙暗伫台北病院医疗医中人甲卫福部长周栋梁陪同下探视送来救治的伤者，并且慰问家属，也阁哀悼不幸罹难的民众。总统也对伫这场惊人的暴力攻击事件中，真勇敢救人的人来表达感谢，也阁有敬意。奋勇阻止歹徒进一步攻击周边民众的人，表达感谢跟敬意。你们展现的英勇的行为，令人钦佩。2个送到台北病院的伤者，其中57岁男性倒边胸坎碰插到大量刺灰，不幸死亡；另外一个32岁男性是倒边的颔棍受伤，均是无性命危险，收治伫加护病房。在初步缝合，那没有伤及呢内部的一个器官了，那所以目前呢在加护病房里面呢，那状况非常稳定，那同时呢，那神志清楚，那稍微疲惫，那应该是无事。赖总统所来到北市联医检医区去探视，这摆除了指示检警调单位爱深入调查，这个歹徒的背景、犯案的动机，是毋是共犯，是毋是互人指使的，也讲政府会以这个代志为警戒，伫公共场所也阁有人较多的所在来加强部署警力。一定要加强部署警力，而且快打部队，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发挥功能。让民众可以得到保护。赖总统早起11点到警政署甲行政院长杜英台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听取专案进度报告。警政署长张永兴讲，嫌犯一连串的犯罪行为是对下晡3点40分开始，一直到伊对楼顶摔落来6点50分结束。伊2摆放火甲起烟雾弹，并且几啊摆举刀来攻击民众。他是依照他的计划来做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
那我们也连夜查访我们这个张姓嫌犯的，包括父母亲、哥哥了解这个嫌犯跟家里已经2年多没有联络，嫌犯自幼就对枪支武器就感到兴趣。到早起6点半统计，这摆袭击事件总共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分别收治伫湘北的10间病院。救援医院有6个人继续留伫病院，其中2人伫加护病房。记者综合报道。这届攻击案发生伫咧台北，市府唔敢放冷，遂启动3大危案应变措施，要来加强戒备。因若针对这届伫咧事故当中死亡的人，每一位拢会提供500万的补偿金。这份内底拢是孕妇，也有受伤民众都伫涂骹，真济8个人员第一时间赶来急救。19尾5点外，17岁查甫人张文。星期台北这份台北车站 N7 出口比湾通道偏烟雾弹，佫提到伤人，然后佫走到中山站外车路，帮烟雾弹继续攻击附近的民众。烟雾弹的味道就是比较刺鼻的。那我听到的话，就是民众都是在尖叫，所以他们就是在尖叫跟硝烟味中这样跑进来。派国暗时，中山站附近人真多，真济警察赶到现场对受伤民众来抢救，佮围捕凶手张文创一个百货公司对头送医抢救了后救回转来。这代志总共造成包含张文在内至少4人死亡，11人受伤。因为多9月台北市有马拉松等大型活动，市府有3大规范应变措施。对于接下来大型活动，包括路跑、演唱会，我们也是全面升级戒备，好，所以包括演唱会必要，我们也会有包括安检门等相关措施。针对各大商圈警备全面升级，伫信义西门等商圈加强安检，大型活动亲像路走、演唱会也加强安检，各大车站政策加强，各个分站也加强无差别攻击事件演练，也恢复这摆事件每一位死亡的人会有500万的补偿金。北捷这边已经确定，对于亡者会有500万的补偿金。针对在北车 M7，一位余姓先生，见义有为，符合我们自治条例的规定，我们会从宽从优给予抚恤以及后续的补偿。台北市法务局也启动各项后续法律做法，专对追究各项责任，希望幸福伤者死者皆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发生这款的攻击事件，大家是心惊惊。不过，伫咧网络是煞阁有人铺文恐吓讲，后一个地点就是高雄车站。警方调查了后，是发现这是境外 IP。另外，伫咧小港区也传出那像有人弹烟雾弹，造成大家惊吓。后来嘛是查到讲，这是一个查甫人，讲伊家己心情歹，啉酒醉了后，才会甲鱼船仔咧用的发烟信号弹摕去空地下烧。目前人是已经依法上班。20透早点外时阵，小港区高雄路甲营口路口一阵白烟一直散开，又拄啊是台北车站，互人掀烟雾弹，随机杀人案件，咱后无偌久，民众赶紧报警察。警消随到现场，伫附近的空地啊，发现2罐已经烧完的渔船救来用的普烟信号发烟筒。当时他迷醉，所以无法确认说是否他所为。那我们回来调监视器之后，确认他是从路口经过之后就开始产生大量烟雾，所以我们很确定这个是他所为。住伫附近的36岁姓齐的查甫人涉案，伊甲警方讲，发烟筒是跳船工作时伫船顶发现的，因为心情无好，啉烧酒了后摕去空地下烧。制造社会的恐慌吧。警方早起甲人带登去警察局，依照违反社会特殊违法法来移送。当时高雄车站也出现真侪警察，因为网络社群 Trace 出现一篇文章，有网友讲主角张文是阮兄弟，下一个所在是高雄车站，这个恐吓的意味是真高。我都会带一个比较大的包包，然后里面放比较多东西。然后如果遇到比较就是奇怪的人，然后要攻击的话，可能就用包包甩他。尽量不要避免啦，尽量中不能去的地方就是不要去啦。高雄车站甲捷运站是做伙共所在，早起已经增派34个警力来提升戒备。高雄市长陈其迈早起也去巡视，初步掌握是来自境外 IP。有6个，但1个排除，现在5个账号在全力的追查，务必一定要把相关的可能的这个危害治安的这个分子这个强力的追查，务必逮捕到案。
除了这个调查，这个文章内原包含重要场站，也有人真侪所在，高雄总共增派200多位警力来加强维安，来确保周末假日活动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全台湾的水气较高，透早5点多时，玉山已经咧落雪。不过，为暗时开始，这东北季风会渐渐变强，北部的天气会转湿冷，中南部是早暗的温差较大，都要特别注意。气象署嘛提醒讲，为后礼拜开始会阁有2波东北季风到位，上寒是可能敢若剩14度。雪一直落来，地面甲树瓦拢一层白雪，亲像金色世界。玉山北风20透早5点45分开始落雪，到早起10点外，积雪差不多有1.5公分左右。气象署表示，受南风混合影响，全台水汽较济，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南山落雪机会。今天的话，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东部3500公尺高山，今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结冰或者是一些零星下雪的现象。暗过中昼过后，南风混合离开，各地落雨东河，到暗时东北季风豆豆增强，北台湾落雨几率各地悬，气温也偏凉。中南部是日夜温差大，下礼拜2、3东北季风小可减弱，暗过下礼拜3、4各一波东北季风到位，强度比前一波较强。气象署有估计过，夜淡季低温可能有14度。都会区这边大概就是16度上下为主，那可能比较空旷地区不排除可能温度还在更低个1到2度。气象署提醒，下礼拜有2波东北季风连续到位，这方面的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顺雨，也较凉冷，平常出外时阵爱扎雨伞，也爱穿雨袖。东北部沿海甲恒春沿海爱注意有长影。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无被副署在违法修正案，赖总统甲支持。不过，若被立委就袂得啦，因毋若正式提案要弹劾赖总统，佮邀请监察院弹劾杜英泰。对此，杜英泰是表示讲，副署已经是上尾步啊，希望朝野会当理性来讨论。赖清德下台。大法口号，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19早起伫立法院议场门口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正式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并且展开全国公听会。弹劾违宪总统，守护台湾民主。国民党、民进党立委批评赖总统和行政院长杜英泰对国会通过法律案无爱附属、无爱公告、无爱执行，行为已经毁坏民主宪政，毋奈随启动专议委员会审查，警告要求被弹劾人赖清德到国会说明。总统可以借由不公布法律，使得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形同具文，我们的民主宪政即此崩坏。赖清德已经称帝，赖清德已经完全不在乎全国的民意，国会已经没有办法来监督这个总统，这个怪兽的总统。根据总统弹劾案流程，要有立法院全体立委1/2提议，2/3决议通过，结果送到宪法法庭审理。若参与评议的大法官袂使伫10人以下，若大法官现有总额2/3同意，而且同意人数袂用伫9人以下，弹劾案的成立，被弹劾人面临解职。在野党所采取的这2项大动作，其实恰恰好足以证明，在宪法上，立法院是有手段可以对行政院长和总统进行制衡的，这没有所谓行政滥权这件事。另外，伫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合作之下，立法院司法委员会18通过将杜英泰邀请监察院弹劾。不过，杜英泰19回击，希望经各种救济方式，才不会附属在违法。唯有暂时让他没有办法生效，所以不予附属，是现在穷尽各种救济方式当中不得不的作为。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回归到宪政秩序、理性讨论的。杜英泰讲，希望回归宪政特殊理性讨论，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即阵知影要弹劾赖清德甲杜英泰，朝野经起伫遐局面恐惊议员难解。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去年3读通过宪法诉讼法修正案，将这案予宪法法庭裁定违反宪法。不过其中有3个大法官认为讲，即马大法官的人数无够，根本就无审判权，所以这项判决是无效的。
停超过48天，宪法法庭19下晡头一摆复活，做出114年宪判例第1号，对国民党甲民众党2024年底斗阵来修正宪法诉讼法，因为该修法内底，关于大法官开会甲判决人数的标准定甲相关，相关条文立法程序明显重大缺失，违背中华民国宪法、正当立法程序，而且违反权力分立原则，当触犯宪法，即日起失效。有鉴于缺额大法官的继任人选何时产生是难以预期，在这个极端例外而且不得已的情况，将拒绝评议的3位大法官由现有总额中扣除。这个判决是5名大法官署名公布的，因为另外3名大法官蔡宗珍、杨惠钦甲朱富美，虽发出公开的法律意见书，无同意这个判决。意见书强调，修正生效的宪诉法明文规定，宪法法庭这项判决必须大法官至少10人，因为这阵在任的大法官只有8个人，依法无从成立宪法法庭。就算是依照这个之前的宪诉法的规定，8位大法官当中2/3出席，也就是要有6位大法官的参与评议，这5位大法官所做成的宪法判决，基本上也是一个违宪违法的判决。所谓的现有人数，如果结合上宪法诉讼法第12条，那要将回避的人数排除在现有人数的基数之外。所以呢，现有人数8名，回避3名，所以现有人数的总额为5名。在野党批评宪法法庭宣判无具有正当性，民进党团是强调有合乎修法进程的规定。违宪的宣告会变得非常的宽，就今天来讲是比较不想看到的，因为你司法没有民主性。你今天如果宣告违宪，然后立法院重新在宪法诉讼法再修有关人数的限制，我现在的宪法法庭一样可以把你否定掉。学者讲，依照宪法法治国原则，任何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拢必须符合法定组织甲权限，司法权更加袂使例外。宪法法庭无法度正常运作现实困境，解决之道应该依照宪法程序补足大法官的缺额。记者综合报道。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有一个以卖毒甲绑票来趁钱的武装组织，这几日因是少年煞去攻击警察局，还有军营，造成3个警察、7个军人死亡。总统即马是已经下令要出动军方来压制。哥伦比亚军方警员检视路边遭到攻击的军车，车身已经烧到乌麻麻，车链也被炸到，毋知去倒位。19发生代志地点伫哥伦比亚北部的阿瓜奇卡瓦委内瑞拉边境，有7个兵伫 ELN 游击队的炸弹攻击当中死亡，另外30人受伤送医。Hemos terminado de formar y de un momento a otro se escucharon los estruendos y todo el mundo empezó a correr, a gritar y cuando nos dimos de cuenta nos cayeron los explosivos cerca。进前10日，伫哥伦比亚南边的大城卡里，是传出警察局遭到攻击事件。警方根据犯案手法，初步检判是 ELN 游击队所做的。Al dictamen que tenemos de los artefactos explosivos que utilizaron estos terroristas corresponde al perfil criminal que utiliza el 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全名是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 ELN，1964年成立了后，那奉行古巴的共产主义路线，国家委内瑞拉前后金顶秀查韦兹甲马杜罗密切往来。当时 ELN 也用贩毒、绑票卡油来牟利。活动范围伫哥伦比亚1/5的城镇，几十年来一直甲政府军的交战。哥伦比亚因讲是拉丁美洲上大的毒品产地，嘛是游击队出身的总统佩佐上任了原本打算甲游击队谈判来化解冲突，不过后美国川普政府认为打击贩毒集团无够力，遭到制裁。这摆美国讲要攻打委内瑞拉，佮经过下一个就是哥伦比亚。ELN 表示，攻击军警是表达反美的立场。佩佐总统伫美方压力之下，决定用军事手段对付这个甲贩毒挂钩的游击队。公司新闻陈安仁报道。台语作家康源出版新的诗集《福尔摩沙海牛》，以用牛骨力庆祝佮愿意拍拼的性来比喻台湾人。42首台语诗有图画，佮有录音，甲台湾这块土地人文佮历史记录落来。八里喙齿未干透，红菜根因砍掉。用台语诗描写台湾，也新明定定会看到宝贝仔，嘛用诗作纪念大河林兄台，才会台湾文坛前辈。
作家康源出版新诗集《福尔摩沙海牛》，用海牛来比喻台湾人庆祝打拼的精神，嘛用42首台语诗记录台湾文艺界高人各地头的历史文化地景。1932年迄阵无成功嘛，台语会发展这几年代志嘛，因为文学的物件才会当记伫人的头脑内底吼。咱希望讲会当透过文学的诗，来甲咱台湾所有物件甲写落。康源指出，台湾伫1932年的台语文运动有一个澎湃文学加音乐的创作，但是后来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推行国语政策，台语受打压，一直到这几年的台语创作才个发展起来。即便伊的台语诗创作嘛，搁再邀请艺术家杨一念来画图，希望透过文字加图像的合作，用多元的媒介来呈现台语文学的多元性。画这本册的时阵，会听很多次阿公讲的台语诗，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照着那个他说的东西，让我自己有什么感觉去画出来。我感觉讲，老师伊写的作品啊，伊是足搭近咱日常的生活，佮有加入因孙仔的画图的物件，会使吸引佮较侪无共款年纪的人来去欣赏伊的作品。康源表示，福尔摩沙海牛除了有文字、图画创作，每一篇诗嘛有提供台语录音通听，希望透过无共世代合作，和台语文学会当更较亲近生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若讲到美人鱼，真侪人拢会先去想到电影或者是故事的角色。不过，这其实嘛是一种伫水底运动哦。无分年岁甲性别拢会当做。这几年伫咧台湾嘛，豆豆兴起来。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做伙对镜头来欣赏这美人鱼。心愿之灯为我们带来美人鱼公主的成年舞会之祝福。他们慢慢的游。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结合美人鱼表演的团队，透过水底剧场讲故事，传达减少用塑胶的理念。人鱼真活跳的表演，互现场的囡仔兄、囡仔姐，大概是看甲硬唔硬。海科馆4年来美人鱼的表演，请济人订，互环保教育更较趣味，更较活近生活。那我们是运用就是小朋友他对于美人鱼王国的好奇心，来发展结合这个美人鱼的跟减速的议题的剧场。不要慢慢的挥手，知道吗？好，膝盖拉长，胸口多一点，然后再慢慢不够慢。为思考到实际行动，有愈来愈侪人投入美人鱼的学习。若想要伫咧水底优雅自在安尼游，毋但需要想象，更较重要的是一届搁一届的练习，才会当实现像动画共款故事的情景。他们把优雅美好的形象呈现在今天的表演当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梦想跟动力。他们会知道说，他们游得越来越像鱼，而且他们从过程中间，他们有一天会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我真的是美人鱼哦。”英国大家拢都是讲，美人鱼敢若有女性，不过即马无分老人囡仔、查甫查某，拢会当参与这个运动。有的人感觉是实现梦想，有的人是去日舞台顶展现无共人鱼的风采。我的学生即马年纪啊，有20几岁，甲50岁，嘛有60岁。就是讲，你若有梦啊，你就会使来，不管你是查某的还是查某的，拢会使。就小时候有看过花莲海洋公园的美人鱼表演，也有男生，然后觉得很帅。然后男生的表演者很少，但就把它当做一个练习的目标。为环保教育，囡仔的梦想，到大人挑战自我甲实现。这个美人鱼的风潮伫台湾豆豆兴起来，因为伊毋但是表演，是互更较侪人看到勇气甲自由，也阁有更较侪追求梦想的可能性。记者洪条生5一手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为20度到26度；过来是南部地区21度到26度。东部地区的部分是为21度到24度。上尾是外岛地区17度到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